北京市場監督管理局約談阿里旗下淘寶、京東、拼多多、抖音及小紅書5家電商平台，通報平台內卷式競爭綜合整治發現嘅第二批典型問題，主要包括促銷活動虛假宣傳、促銷規則制定與公示不規範、商品經營者信息未公示等問題，並提出整改要求，旨在防範化解618期間網絡集中促銷可能引發嘅內卷式競爭風險。其中，淘寶平台喺2026年5月起喺媒體同應用程序端廣泛宣傳618百億補貼活動，但監管部門向平台了解，百億補貼並非618期間平台投入百億資金補貼消費者，實際係一項長期嘅營銷活動。平台多次拒絕提供本次618活動期間投入嘅實際補貼金額及平台商家間嘅出資比例。拼多多推出百億補貼活動，但未喺規則入邊明確投入嘅實際補貼金額及平台商家間嘅出資比例。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強調，各平台應深刻認識內卷式競爭嘅危害，將卷補貼、卷價格轉向俾創新、俾服務，並按照相關規定對618促銷規則進行系統梳理與審核，對不合規問題迅速整改。